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喺經歷多年嘅籌備之後，特別喺亞裔文化月宣布蘭亭花園正式動工。亞洲花園又名為蘭亭花園，位於士嘉堡雪柏東大道夾 Progress 嘅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會址附近，佔地1.5公畝，設有中式觀景亭同埋園藝溫室等。文化中心創始主席張明達希望花園有助推廣中華文化。一個花園喺呢個北美洲嚟講呢，係多倫多嚟講係冇嘅，係冇呢種咁樣嘅設備嘅。咁佢可以推廣文化之外呢，亦都可以呢，希望多啲即係西人呢會過嚟我哋嘅花園欣賞我哋嘅文化同埋我哋嗰啲其他嘅活動。多倫多市長周志偉同埋有份推動設立亞裔文化月嘅前參議員李德惠表示，花園對華裔社群意義重大。如果你睇多倫多嚟講呢，我哋冇話亭台樓閣，冇小橋流水嚇，我哋啲公園全部都係西方公園。如果我哋可以係攞到少少嚟喺多倫多嘅話，就幾好一件事。仲有我哋下一代呢，會明白到，哇！原來中華文化嗰個咁緊要喎，咁多千年啊，可以睇到同埋摸到見到。因為5月係亞裔傳統月，我覺得好適合。今日喺樹開幕喺個中華文化中心嗰度。呢個蘭亭花園會再幫亞裔人喺加拿大再發展我哋啲傳統。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喺1990年代會址落成之後，已經構想興建呢個花園。中心喺2021年攞到聯邦政府同埋省府合共超過500萬元嘅資助，並喺華裔社區籌得接近300萬元之後，正式展開相關工作。喺我身後就係大多倫多中華文化中心亞洲花園，又名為蘭亭花園嘅選址。呢個融合中式建築風格嘅花園，預計喺後年年底完成之後，就會向公眾開放，藉此推廣中華文化。Omni News 記者永橋報導。